狄志遠議員。主席，房屋政策必須回歸基本，居住係基本嘅人權。政府更加唔應該混淆置業同埋居住需要咧，係混淆一體。要安居唔一定係要置業嘅。現時香港房屋政策有3大問題。第一，政府過分強調置業階梯，忽視基層租住嘅需求。去年全港共有23,000個新落成嘅單位，當中公營房屋只有9,500個，即係40%。特別要關注嘅係公共租住嘅單位咧，係只得3,800個，佔公共房屋嘅40%。政府似乎係向資助出售單位取代係租住單位，呢種嘅取向有2種嘅嚴重問題。第一，短期雖然可以減輕政府管理公屋嘅成本，但係會令到基層租住選擇係越嚟越少。二係忽視咗好多基層家庭根本冇置業能力，租住先至係佢哋嘅基本需要。本人建議政府必須訂立清晰嘅目標，公屋租住房屋喺公屋房屋中比例唔能夠少過70%，而且要立法確立呢個比例，避免政策朝令夕改。同時應該設立獨立監察機制，定期檢討目標是否完成，確保政府切實履行承諾。第二，市場面對大量空置嘅單位問題。目前全港有超過52,000個一手空置單位，數量比過去3年總落成量仲要低。呢個數字反映2個問題。第一，發展商囤積單位，人為控制供應；二是政府未能有效監管一手市場。本人促請政府立即採取3項措施。第一，立法推出一手樓空置稅，稅率要具阻嚇性。第二，要求發展商必須喺取得入伙之後特定嘅時間之內出售單位。第三，設立一手樓空置單位嘅資料庫，讓公眾查閱，加強市場嘅透明度。第三，租金負擔越重，脫貧越難。明愛喺今年7月調查發現，過半數有工作嘅劏房住戶，租金已佔去收入超過30%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越係低收入嘅家庭，租金越係比例越高。以3人家庭為例，月入中位數只有18,000，但係要支付係5,200蚊嘅租金，即係接近30%。領取綜援嘅住戶情況更加唔理想，租金佔入息比例達到43%，當中有近3/4嘅住戶咧，租金佔嘅入息係30%。今年經濟數據亦都突顯咗呢個嚴重嘅問題嘅嚴重性。根據 JobsDB 嘅報告，今年香港平均加薪幅度只有 3.2%。根據差餉署嘅數據，今年7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年升咗係 6.9%， 創下5年新高。換言之，租金嘅升幅足足係工資加幅嘅2倍又多。同時，去年消費物價指數只有升咗 2.3%， 但係今年首8個月嘅私人住宅租金升幅普遍達到1成以上，情況係越嚟越嚴重，惡性循環。高昂嘅租金食咗我哋大部分嘅收入，基層市民根本無法累積財富，工資增長遠追不上租金嘅升幅，租金負擔越重，脫貧機會越低，貧窮問題只會係繼續惡化。有見及此，本人有以下建議：第一，參考差餉署估價訂立差餉署估值訂立起始租金嘅標準；第二，設立租金同埋收入掛鈎機制，租金升幅唔能夠超過通脹；第三，加強管制租務中介，遏止劏房租金炒高；第四，擴大社會房屋供應，為基層提供可負擔嘅選擇。主席，政府應該重新定位房屋政策，以人民福祉為依歸，而非以推動置業為目標。只有確保人人有屋住，讓基層有機會累積財富，社會先能夠有真正嘅幸福感。多謝主席。